可能因為啲字體嘅問題咧有少少走樣，唔緊要。好，頭先大家唱開篇歌嘅時候，歌聲非常之好，非常之洪亮。我哋用同樣嘅聲線去讀出經文，好唔好啊？好。詩篇96篇1到4節，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國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耶和華本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音樂歌聲其實喺基督教裏邊有好重要嘅位置。聖經無論喺舊約同埋新約裏邊都不約而同記載咗唔少以色列人唱歌，係嘛？以色列人幾時會唱歌啊？喺聖經裏邊，佢哋幾時會唱歌啊？佢哋歡欣、開心、得勝、打勝仗嘅時候會唱歌，係咪啊？仲有咧，仲有幾時會唱歌啊？痛悔、認罪、失敗嘅時候，佢哋都會唱歌。所以聖經裏邊有讚歌，係咪？但係都有咩啊？都有愛歌。今日呢段嘅經文就話到，我哋要向耶和華唱新歌。當我哋向耶和華唱新歌嘅時候，除咗上帝嘅榮耀，我哋嘅心要歡喜，我哋嘅靈快樂。其實呢度更加講到，藉住歌聲，我哋要向到列國去述説佢嘅榮耀，要喺萬民中述説佢嘅奇事。我相信普天之下嘅基督徒，唔單止係香港全地嘅基督徒，我哋今日要可以做到詩篇裏面所講，喺列國裏面述説佢嘅榮耀，喺萬民裏面述説佢嘅奇事。淨係一個民族唱，用一種語言唱，用一種曲調唱，夠唔夠啊？唔夠啊！我哋話，如果你真係要向列國萬民都聽到讚頌上帝嘅聲音，我哋今日普天之下唔同嘅民族、唔同嘅語言、唔同嘅音韻、唔同嘅曲風，其實都可以發揚光大，都可以用佢特別嘅歌聲，用佢特別嘅語言，去將上帝嘅説話去傳頌出嚟。即使我哋話我哋一個廣東話嘅群體喺香港，我哋嘅母語就係廣東話。哪怕今日喺香港，相信我哋都會見到有好多唔同形式嘅詩歌，係咪？我哋話有貼近時代嘅流行曲，年輕人會 rap， 我哋有説唱，有 pop， 有流行曲，可以用貼近年青人嗰種嘅脈搏，嗰種嘅心聲，去將詩歌、將上帝信息唱出嚟。而今日喺大家中間，我哋就用咗廣東人一個嘅國粹粵曲。我哋話，我哋都有我哋尋嘅智慧，將福音嘅信息結合咗東方人或廣東人啦，更加覺得特別獨特嘅就係廣東人嘅文化嚟到去唱頌上帝，嚟到去傳福音。當我頭先喺度聽嘅時候，我好相信呢件係蒙上帝悅納嘅事，因為大家正做緊嘅就係用自己獨特嘅文化，用獨特嘅語文去唱頌神嘅榮耀，同埋講述神嘅奇事。相信大家頭先去傳講去唱嘅時候，我哋聽得見，大家確係唱頌緊上帝嘅慈愛同埋榮美。哪怕喺香港呢個小社會裏邊，唔同嘅年齡層、唔同嘅文化嘅人，我哋都用緊唔同嘅
傳福音，係咪啊？大家相信各自去到練習，唔係要試完㗎。大家更加會去到唔同嘅場合，用福音粵曲去將福音嘅信息去唱俾一啲未信嘅朋友認識。我好想問一問大家，在座有邊一位係未曾相信或者未返教會，跟住係被邀請嚟呢個聚會㗎？有冇啊？有喎，歡迎你啊！我相信大家唔多唔少都係粵曲嘅愛好者。今日大家嚟到聽粵曲嘅時候，就唔係聽帝女花啊，或者咩《鳳閣恩仇未了情》啊，冇㗎啦，我識兩首㗎咋，即係拋完個書包。可能大家平時都係聽呢啲啊，不過今日嚟到咧，歌詞係咪好唔一樣？係粵曲嘅曲韻。但係我哋所唱作嘅係我哋一位所認識嘅上帝。我相信，多謝盧老師嘅教導，你哋用心嘅去學，用心嘅去唱，呢件一定係上帝所喜悅嘅事。上帝絕對喜悅你哋嘅歌聲，喜悅你哋嘅侍奉。可唔可以喺呢一間俾個掌聲俾你隔離嘅弟兄？
去見證咧？咁我又問一問我同工喎，因為我個同工咧都係學粵劇嘅。我話：哎呀，你以前學粵劇咧係有冇認識吳千歲呢對夫婦啊？咁咧我個同工就話：啊，其實都認識啊。咁啊，佢都真係幾極品㗎，即係都話佢咧的而且確係脾氣好大。咁啊，亦都咧即係都幾囂張幾粗口，未信主之前。但後來咧，當佢隨住同佢太太一齊返教會嘅時候，佢就開始去認識主，並且咧最後去承認主耶穌基督就佢個人救主。呢一個決定成為佢人生一個好大嘅轉折點，喺我自己經驗咗好大嘅改變。咁啊，其中一個改變咧，佢講到係咩咧？咁啊，明明老官仲係難事，最難嘅係乜嘢啊？做錯事認錯啦！認唔認同啊？各位在座位弟兄，認錯好難㗎，對男士，仲要係一個名人喎咁樣。佢話信咗之後先主之後咧，佢最大嘅改變咧，就係佢識得認錯。特別當佢發現佢自己咧仍然真係有嘢唔順心、發脾氣嘅時候，當佢一發現啊，原來自己咧真係有唔好，佢話佢識得停落嚟去認錯。而當佢有呢個性情上嘅轉變嘅時候咧，唔單止佢自己感受得到，佢嘅家人亦都感受得到。信咗主之後，性情開始咧有啲嘅轉變。到佢今日，佢會去見證，佢話佢同佢家人關係今日改變咗。而家喺文千歲佢自己嘅自述裏邊，佢覺得最大嘅恩典就係同家人嘅關係，心裏邊亦都有咗同上帝同在嘅平安。文千歲信咗主之後，亦都同大家一樣喎，用佢自己嘅所長去到奉獻上帝。大家有冇聽過一首福音歌叫做《救世主耶穌》啊？咁呢首歌咧全曲就22分鐘啦。咁由三一上帝講到耶穌嚟到世界釘死受苦，咁啊最後咧復活，由大將來咧到再翻嚟審判人。呢首嘅救世主耶穌咧係文千歲喺佢信主之後，佢信仰一路去到成長，然之後寫咗呢首嘅歌。呢首嘅曲咧，梁少森當時講，估唔到自己可以用福音粵曲做榮耀上帝嘅事。佢哋兩夫婦好開心，因為藉住呢首嘅曲，唔少嘅人去認識主耶穌，甚至相信主耶穌。咁啊，有個講笑啦。咁啊，梁少森話咧，服侍上帝有陣時真係可能有啲意想唔到嘅結果。佢話佢哋作為即係粵劇名伶，金唱片咧，佢哋攞過。但係佢話救世主耶穌呢隻碟咧，令佢哋成為白金唱片嘅得主，即係話呢張唱片嘅銷路咧非常之好。但我哋唔係因為賣得錢而感恩，賣得好即係點啊？即係嗰張唱片可能落到好多人嘅手中，好多人咧可以去聽得藉住福音粵曲，聽得到一個整全嘅救恩。今日咧大家獻情啦，咁我就當然冇粵曲可以獻情啦，因為我實在咧即係冇大家即係經年累月咁樣學福音粵曲唱得咁好。咁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少少呢一個嘅救世主耶穌最後一段講到咧主耶穌基督受苦受死嘅片段喎。希望咧藉住呢段短短嘅福音粵曲，我哋咧可以
耶穌死後3天復活被邀請嚟到嘅新朋友，我哋
哋願意接受佢，我哋嘅罪可以蒙寬恕，俾我哋喺裏邊揾到人生嘅意義、新生命，揾到真正賜福樂嘅上帝。我哋一齊祈禱啊！咁啊，天父上帝，多謝你，今日眾弟兄姊妹聚集一齊，我哋藉住高聲，將當得嘅榮耀歸俾你，將你慈愛嘅故事唱盡，願意喺我哋中間，我哋凡聆聽嘅，願意一切嘅高聲，一切嘅頌讚歸你嘅同時，我哋願意福音嘅故事都能夠傳嚟喺我哋嘅心中，讓我哋細細嘅回味，賜我哋能夠明白嘅心智，叫喺我哋中間，無論已經相信你嘅，或者仍然喺尋道之中嘅，我哋透過今日嘅聚會，我哋愛你、信你嘅心。